来看在屏东县政府是来传出偷袭的事件，这是发生伫昨下晡，有一个查某员工伫咧便所的时阵呢，结果发现这隔壁间竟然有人摕手机甲偷袭，所以当场随敲电话来报案。警方发现讲这嫌犯呢只是一般民众尔，调监视器掠到一个姓李的查某人，目前已经甲移送法办。当时被害人在上洗手间的时候，怎么发现好像有亮光，底下有亮光，他就很紧急的。底下吗？因为那间是蹲式。便所时感觉隔间有光咧时，才发现有人摕手机仔咧偷袭。屏东县政府北平栋的大楼1楼甲2楼半楼的便所，20下晡4点外传出偷袭的事件。一名县府的女员工伫便所看到隔间下骹的旁出现一支白色的手机仔，予伊是惊到赶紧报警处理。蹲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有光线，然后他就大叫一声，他说你在干嘛？那我们陪同他看完了以后，我就去警卫室跟警察报备，那他就马上是通报出去。经调阅监视器发现，一名男子于15时进入县府四处徘徊，趁被害人如厕时偷拍后徒步离开，讯后依妨害性隐私及不当性影像相关罪嫌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警方表示，嫌犯是一名28岁姓李的查甫人，是一般民众。伊表示身体无爽快，想要便所，煞偷走去查某便所，掠手机甲人偷袭。虽然这名女员工反应紧，随敲电话报警，不过警方看监视器画面发现，这名嫌犯偷先搁秘伫便所，等较无人才离开。大约暗时8点外掠到人，带回屏东分局侦办。后续交由司法严查严办。那针对后续的部分，县府也会再强化巡逻以及相关监视器角度的确认，那绝对会在预防这样的行为发生。因为县政府算是公共场所，一般民众拢会当出入。事发了后，警方针对县政府南北屏栋58大的便所检查，敢有互人偷装镜头。县府表示会检查监视器的运作，派人加强巡逻，避免搁发生这种状况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